其實咧 Sharing Cup 咧最初咧並唔係我想做一個產品系列，而係純粹因為咧我喺市場上我揾咗差唔多1年，我都揾唔到咧一個自己真正想用嘅杯。我自己咧想要一隻細細隻啦、薄身啦、外形靚啦，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杯口要夠闊嘅杯。咁但係市場上咧好多細杯咧，杯身都比較厚啦，然後杯口咧又比較細。尤其是咧，好似我呢啲個鼻比較大少少嘅人咧，飲嘅時候未必個鼻可以好自然靠近個杯口。關於香氣嘅感受咧，亦都會少咗。我自己覺得咧，薄身嘅杯咧，除咗可以降低杯緣入口時候嘅存在感啦，令到品飲個體驗咧更加直接。但我點揾咧都揾唔到。咁當時咧，其實我得2個選擇嚟嘅啫。第一咧就係買一個咧嘅替代品啦，雖然唔完美，但係咧就可以就住用先。第二咧就係人手自己做一隻。嗱，毫無疑問咧，99% 嘅人咧應該會揀第一個方法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揀咗第2個。於是咧，我就嘗試用我自己僅有嘅陶瓷知識啦，開始嘗試製作啦。咁不斷製作，不斷失敗，然後咧就慢慢再調整杯身啊、杯口啊唔同嘅比例。因為咧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其實每朝早嗰杯咖啡咧真係好緊要。嗱，如果每日飲咖啡嘅時候，我都要接受一隻自己覺得唔完美嘅杯咧，咁其實日積月累咧，失去嘅其實係原本可以更加享受咖啡嘅時間。咁後嚟啦，慢慢製作個杯嘅過程咧，亦都係成為咗我自己嘅 me time。最尾啦，大約用咗差唔多1年時間開發啦。咁最後啦，我終於咧做咗一隻自己真正想用嘅杯。但係咧，同時間我都冇諗過喎，竟然咧慢慢之後發展成為 Sharing Cup Series， 亦都冇諗過咧越嚟越多人中意。有時咧有啲客咧傳啲相俾我咧，咁就分享佢哋面前自己點樣用 Sharing Cup 啦。咁每次見到咧，其實我自己咧真係覺得好開心，因為原本咧只係我自己一個對於杯嘅諗法咧，但係最後咧竟然可以成為咧同其他人 share 唔同品飲體驗嘅一部分。其實咧而家有時我都會喺度諗，如果當初咧譬如我揀一隻唔太完美嘅杯啦，最尾會係點樣呢？所以咧，其實 Sharing Cup 咧最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唔係一個商業嘅計劃，而係源自於一個好簡單嘅問題。就係市場上有冇一隻咧真正我想要嘅杯。嗱，如果你同我一樣咧，有時都揾唔到自己想要嘅嘢咧，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下親手做出嚟，得到嘅咧最後可能唔係一件產品咁簡